有人問小英700幾蚊可以做幾多個菜式呢？今日小英帶大家去睇下喺高州農村鄉廚下鄉接辦一場700幾蚊嘅農村酒席都有幾多個菜式呢？走，跟住我鏡頭嚟啊！呢度就係鄉廚下鄉辦酒席個現場啦，師傅們都喺度忙碌緊噶啦。今日個酒席同樣係優先上雜味粥噶。跟住落嚟上嘅第一道菜係白切雞。白切雞喺酒席裏面係必不可少嘅一道菜式噶啦。跟住落嚟上嘅第二道菜係燒鵝片燒腩。第三道菜係金鐘鮑魚，呢道菜式喺酒席裏面亦都係常見嘅一道菜。第四道菜係白灼蝦，白灼蝦講究嘅呢就係原汁原味啦。第五道菜係三絲炒米粉。第六道菜係雞中翅，呢個雞中翅嘅色澤仲可以啩。第七道菜係清蒸鱸魚，呢道菜式喺農村酒席裏面亦都係必點嘅。第八道菜係生煎包子。第九道菜係甜鮮排骨，呢道菜式鮮鮮甜甜嘅，男女老少都鍾意食㗎。第十道菜係白客紅棗丁，祝老闆添丁又發財嘅。第11道菜酸菜扣肉，呢道菜式比較適合老人家嘅口味㗎。第12道菜菜椒炒豬肚。第13道菜鮮醋煲豬腳薑，亦都祝老闆兒孫滿堂，添丁又發財。第14道菜白灼菜心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日酒席嘅所有菜品啦。大家覺得咁樣個菜品點樣呢？歡迎評論㗎。